我哋阻止唔到科技嘅發達，亦都阻止唔到科技發達嘅方向，因為人永遠有種依賴性，呢啲係心理。所以我覺得人類嘅毀滅唔係 AI，亦都唔係機械人，而係毀滅在呢種心理上面。好似之前有人講水煮青蛙一樣，當你發現身處險境嘅時候，你想走都走唔甩。我哋始終相信科技發達係改善人類嘅生活，唔係取代，唔係傷害，甚至殺害佢哋。但係而家我哋每日所做嘅嘢就係往呢個方向走。AI 不斷取代人類工作，美其名係改善人類嘅生活，但係人類連工作都冇啦，仲點樣改善生活？我哋每日透過互聯網吸收大量真真假假嘅信息，呢啲信息造就咗我哋互相對抗、傷害。人每日生活喺真真假假嘅世界上面，分分秒秒提防別人，冇咗互愛。科技嘅發達同時製造咗戰爭，打仗成本低咗，只要有利益，啲國家就可以憑高科技、強大嘅武器去侵佔別國嘅領土同人民同資源。其實世界上有太多問題要解決，點解我哋唔花多啲時間去呢個方向走？係真真正正能夠改善人嘅生活。其實我一直有個疑問，我哋連自己嘅海洋、地心、氣候問題都未解決，點解要花大量嘅金錢去探索太空、開發太空？係咪其中有啲信息我哋唔知道？我始終相信團結就是力量。我係 Jones，Thank you。